因为我不想真的让他看到，原来我的额头真的那么高。演出才会一直强调说，我也是个帅哥。没有，因为我一开始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，所以我会先观察，就是市面上，所以会先观察一阵子。就像是我没有刚出道的时候，就是我刚出道的时候，就是跟很多制作人合作，没有自己做音乐，因为我就是会先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个大家的那个做一些什么事情。你现在会不会担心，就是大家对你的音乐作品的评价比你的外形更高？你说再讲一次。你说你会不会担心大家对你的音乐的评价比外形高，所以你会说，我其实也是一个帅哥。我不会啊，其实我说真的，其实我真的并没有觉得自己特别帅，尤其是在家的时候，对啊，尤其是在家的时候，基本上我走在路上是不会被认出来，很少，非常少，非常少，除非我刚下通道，然后这个样子去，比如说刚下通道走在路上，去超商或什么就会被认出来。但我一般出去外面的时候，很少被路人认出来。当然我说如果是狗仔特别跟的话，那就一定会被认出来。但是我私底下出去的时候认不出来，因为太丑。是邋遢吗？还是什么？对，因为我近视又很深。就比如说，我去当兵的时候，我当兵的时候呢，有一次我就跟我的朋友，不是同朋友，就同梯的人去抬便当。然后我在抬便当的时候，我就听到旁边就在我旁边有一个人就跟他的朋友讲：“你知道吗？林宥嘉跟我们一起当兵呢。”然后他说：“真的假的？”他说：“真的，而且听说他额头很高。”然后我当时我就在他旁边，站在他旁边。那时候我觉得没有，我马上走掉，因为我不想真的让他看到，原来我的额头真的那么高。没有啦。没有，我近视很深啊，镜片很厚。所以台上喊自己帅，除了对粉丝喊话，还是对老婆喊话。我老婆都说我在外面装帅，对，所以我就是我最美好的一面都是呈现在这个现在。就回到家，我就会完全彻底的放松。他会偶尔希望你在家也是可以帅一下。他会希望，他很希望，可是我很累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还有一个东西啊，就是我当兵的时候真的认不出来，真的认不出来，因为那个时候，然后当兵新训要到后面要有一些体能嘛，然后你做完体能之后，都是那个前面的会有一个另外一个阿兵哥，他会帮你算，比如说你的俯卧撑下去，然后起来这样子。他会帮你算完之后，每个人要站起来，然后不讲名字，报你的号码，然后我就站起来，对，102下，然后全营人哇，102下，然后重点是那个人还那个长官并不知道我是谁，他还说，哎呦，你是什么体操选手是不是？你之后有没有兴趣加入海军陆战队？这样子。对，他就看着我的脸说：“你以前是体操选手嘛？”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当兵的时候真的有那么丑到你连林宥嘉都认不出来？然后这真的是落差这么大。你没有发现我这张对他特地炫耀一下，我做俯卧撑做102下。到现在做了解一下。现在还可以吗？现在这阵子比较不行。12下。但我单杠还是可以拉到100下。如果现在有的话，我 I try， 但是没有 trust 嘛。先不要，相信你，大家都相信你。像你的创作一直很被欣赏，可是其实你现在身份又不同，又二宝又要准备要出来，今天心情特别嗨的原因，是因为回到了长沙。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嗨，就是因为其实很认真的在这个面对这两场演唱会，然后就越认真的就觉得好像越，因为其实演唱会呢，就是主要，我觉得也许对观众来讲，观众就是要来看，就是有趣的表演跟看帅哥的，所以就是不要这么严肃。
要尽量把自己就弄好看一点，唱的好不好就还好，因为反正我再怎么唱都还不错。你有走心的部分是吗？走心了，真的走心了。有的时候我唱一唱，真的有时候会自己很投入，但是这个其实是在台上是一个非常享受的，因为真的很有真的自己走心的时候，唱到很走心的时候，希望观众也会感觉得到。我可以吃一个油饭吗？可以我可以这样整锅吃吗？可以。可以。你演唱会前没有？好，谢谢。演唱会前有吃点东西吗？你很久没吃饭了，我很久也没吃啊。我开唱前有啊，我开唱前就是有，这样会很不卫生，你要换一盘新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饭就给你，没饭就给你。真的自己口水啊。对啊。